出这首歌时，我的人生从此走进了友谊、荣光和梦想。是的，汉语带给了我友谊，让我认识了来自中国众多的留学生，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成长。汉语带给了我荣光。当我以第16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老挝赛区亚军的身份，与来自106个国家的大学生在北京相逢。当我在孔子学院总部找到老挝国旗上那里远远的月亮，当我在新疆在橘子洲头上想，那时候我觉得，因为汉语，我们所有人都像亲人一样幸福相逢。汉语就像家的模样，汉语带给了我梦想。回到老挝，我常常在记忆里回望中国的美丽富饶，盼望有一天自己能站上3尺讲台，领着老挝的孩子们乘着汉语的翅膀飞翔。我的演讲完毕，谢谢大家。国语，南京市的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是 A. 中山陵 B. 南京长江大桥 C. 明孝陵 D. 总统府。答案是 C. 明孝陵。回答完毕。回答正确。好，请评委提出问题。你好，你去过中国参加汉语桥吗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去中国哪些城市或者是哪些景点了吗？谈一下感受。我去中国参加第16届汉语桥。首先我去了北京，然后我们去了孔子学院总部，后来我们就到了湖南长沙，去了湖南大学，就观看湖南大学，去橘子洲头，最后我们就去看总决赛，就是在海卫视看总决赛。这次我去呢，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因为我在那里认识了好多朋友，就是有106个国家，但是我们一共是有120位学生。